係確實離奇，騎呢天氣。我和青天有個秘密呢一個音樂劇喺2015年做咗第一次嘅試演啦。咁試演嘅意思其實真係一個非常之實驗性嘅演出，去俾製作團隊知道究竟呢一個劇喺大眾嘅眼中係受唔受落嘅，呢一個劇行緊嘅方向係咪一個正確嘅方向？咁我哋就會透過試演同觀眾直接嘅交流，同埋佢哋填咗翻嚟嘅問卷，去到得知究竟我哋個劇有啲乜嘢要改善，又或者呢一個戲有冇一個繼續發展落去嘅潛質。完咗成個試演之後，我哋都根據觀眾嘅意見去到改咗第3稿嘅劇本出嚟，跟住就開始咗我哋一個密集嘅圍讀嘅過程啦。咁呢一個圍讀嘅過程其實係長達2年嘅，基本上可能2至4個月，我哋就會圍讀一次，圍讀完我哋就會大家坐埋一齊去到傾下個劇本，究竟喺歌曲啊、喺編曲啊，或者喺對白方面啊、喺故事方面，仲有冇嘢可以改善呢？仲有啲乜嘢細位我哋係需要去到調整嘅呢？包袱外面滿掛白德龍，我好明顯有手緊啦，我唔得閒招呼你哋啊，唔送啊！鄭先生，我話俾你聽，我唔係姓鄭㗎。我覺得曲本係音樂劇裏面最重要嘅元素嚟嘅，即係佢係為成個音樂劇建立咗一個基礎。咁所以只要呢一個基礎係唔穩陣嘅話呢，其實就算我喺製作過程裏面加幾多上去呢一個基礎上面，佢出嚟嘅效果唔會係我哋想象中咁好嘅。咁所以我就好堅持，就係我一定要將個曲本調整到創作團隊裏面嘅人大家都覺得可以係定稿啦，咁我先至開始彩排。高自衛生，我哋要先將佢毀滅，以防萬一。痛啊！爹爹救我，爹爹！只想安逸度過每日。如果呢個世界上每個人都係咁諗，律例又有咩價值啊？皆因一顆懷有無盡正義嘅心，多美善，一個口手兩雙臂細呀，一個小良心的啟示改變，打下晴天光普照面前。